国强迫被拘留者服用不知名的药片。在东突厥斯坦的集中营，中国当局强迫被拘留者服用不知名的药片。据哈萨克新闻社报道，最近被释放的哈萨克人贾尔肯别克的妻子表示，她丈夫一大早前往集市，一去就没有回来，手机也关闭。她怀疑丈夫已失去了记忆力。她说：“我的老婆告诉我，她在集中营时每天都被迫吃药，这种化学物质让她忘记了一切。”虽然贾尔肯别克今天早上回到了家，但他不认识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他害怕任何人。观察人士强调，中国当局毒害了被关押在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穆斯林人员，他们使用各种化学物质。莫洛穆斯林投了赞成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的莫洛穆斯林自治区举行公投，决定是否批准邦萨莫洛统一法，让当地成立具有更大自治权的自治区。棉兰老岛穆斯林自治区格达巴托市及伊莎贝拉市会在21日进行公投，公投中大多数公民投了赞成票。美国敦促联合国举行紧急会议。美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六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委内瑞拉的危机。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及国民议会议长瓜伊多1月23日在委内瑞拉举行的反对马多洛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中，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包括加拿大、哥伦比亚、米路、厄瓜多尔、巴拉圭、巴西、智利、巴拿马、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等国家已宣布承认临时总统。中国封杀微软公司必应搜索引擎。中国市场上最后一家西方公司的因特网搜索引擎微软公司的必应被中国当局封锁。自从谷歌公司2010年退出中国以后，微软公司的必应是唯一一家较大的外国搜索引擎。微软公司发布声明说，我们证实必应在中国目前无法使用，正在考量下一步行动。阿萨德阻止了欧盟外交官。欧盟已证实阿萨德政府暂停了允许欧盟外交官出入境的多次签证。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阿萨德政权已暂停了允许欧盟外交官出入大马士革的多次签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与欧盟成员国进行沟通，我们的目标是防止这一决定影响我们在该领域所做的重要工作。